因为疫情的关系哈，那准备时间都非常的紧凑。但是大光国小其实在线上教学这一块、科技化教学这一块，其实都已经准备好了。那当然，老师平常的这个资讯素养，就是要长期的去培养的。那特别要提的就是资讯组长，我们在停课一宣布的那一刻，他就冲到大卖场去买所有我们学校需要的3C 产品。接到这样子的任务的时候，其实我还蛮开心的，时间压力很大，对，但是对自己的期许也是很高，所以希望可以帮上忙。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5月起，因新冠肺炎疫情严峻，全国升级为3级警戒，更在5月18日下午紧急宣布，隔日起各级学校停止到校上课。家长们纷纷担心，停课期间孩子们的学习该怎么办呢？台南市政府教育局在宣布停课后，立即公布线上教学资源平台，率先推出国中小统一课表、公版直播教学的课程。第一天的公播课程，网络浏览就超过100万人次。这项做法随后也引起多个县市跟进，让学生们在防疫停课期间可以停课不停学，安心度过疫情。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教育局长怎么说吧。教育局呢，在去年的时候就提出了3种的线上自主学习的模式。第一种就是联合了3家出版商，他们提供了免费资源，这也是全国第一个请他们来提供的。第二套就是线上有很多那个自主学习的资源。那第3种叫做同步的这个远距视讯教学老师呢就要开始去学习。所以那个时候所有的辅导团体呢，大概都受过远距视讯教学这样的训练，包括 Teams 或是 Google Meet。那所以在今年5月18号宣布19号开始全面停课的时候，我们就很快的跟辅导伙伴讨论，就做出了这个应该是全国第一个所谓公版统一课表的直播教学。每一个人都是想，我们为了所有的老师减轻他们的这个负担，同时很快让孩子停课之后，他的学习就没有中断。所以现在我们台南的这一个部分也已经架设在我们在全国教育部资科司提供给全国孩子跟家长所谓要自学的一个平台上。我想透过这样的资源的这个共享，我想我们能够一起在全国一起防疫的这个过程当中，那停课了，我们也能让学生的学习不中断。我想我们也觉得非常的荣耀。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6月3号礼拜4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为中央宣布严长3级警戒以后，为了降低各行各业的冲击，马上成立纾困专案办公室，来回答企业甲民众的相关问题。结果纾困专线公布以后，每一天拢有超过1500通的电话，互市府员工电话拢接走袂离。没有劳保有农保，那但是其实它算是工会，你看那张算工会吗？你那个是算工会吗？这波疫情，各行各业拢受影响，市府第一时间推出纾困专案办公室。目前纾困专线对原本17线已经扩充到20线，予需要的企业甲民众来洽询。根据统计，专案办公室成立以来，每一天对8点到下晡5点半，中昼无休困，平均拢超过1500通。电话毋捌停过，各局处轮班负责业务人员拢食甲手软。目前民众需求是蛮大的，就是会打来询问说，他是不是有各种可以让他们帮助到他们的方案这样子。那我们就尽我们所能的，就是针对我们手上有的方案，然后来询问民众说，他是符合哪个资格，然后请他打到哪一个地方去做询问这样子。电话响不停的。电话对，就现在还在响。
针对市民所困的需求，20线来接也是有真大负担，所以市长黄伟哲进一步宣布推出所困小帮手的 QR code， 只要用来扫描入去，希望真紧得当解答民众的困难。他只要用你的 LINE 这个来扫描进去，那就可以进去这个纾困 QR code， 那也可以节省你很多等待的时间。有时候你要打纾困专线要等很久因为我们虽然有好几十线的这个纾困专线但是有很多民众还是需求蛮多的。那在第一时间你用这个纾困的这个LINE官方账号直接扫描进去，就很快的时间内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解答你的问题。那如果还有这个不明了、不尽完美的，还是有自己有特殊需要的这个部分再来寻求这个专线电话的打这个专线电话都还来得及。所以初步的这个纾困的资讯就在这个纾困小帮手里面的 LINE@ 欢迎大家利用。直接去搜寻经发局的纾困小帮手，直接加入我们的 LINE@。这 LINE@ 里面呢，我们有非常多的功能。首先，我们先说明一下，下面它的下部呢有6个这样的一个功能，包括我们台南市的 COVID-19 的资讯专区，这会连接到我们市政府所有相关的一个资讯网里面。另外，我们的纾困电话，您按下去以后，它就会直接出来我们的纾困电话，那么你也可以直接做拨打。另外呢，我们也加入了我们的全台湾特殊的这个台南便利送，透过这个便利送的部分，我们来推销我们的市场，推销我们的商圈让这部分直接在你的手机里面就可以轻便的达到购物的一个功能。另外，针对于小规模的这些营业人，包括摊商的部分，我们也补助的一些相关规定也在这里。只要您轻轻的点选我们的小规模的这个联络人，他就会告诉你您所需要减负的相关的资料，还有您必须要去做的一些相关可能的申请。就强调中央相关纾困4.0的方案一旦出炉，市府网络的资讯嘛随时更新，希望透过无同的管道，让民众方便得到正确的防疫加纾困资讯。台南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长照机构出现群组感染的疫情，为了做好长照机构的防疫工作，台南市第一波所分配到的15000剂疫苗，多家照护人员以及社工列为优先注射的对象。COVID-19 防疫当中，长期照顾中心因为拢是老大人，抵抗力较歹，一旦有状况就真歹收煞。所以台南社区式的机构照顾5月2日就已经暂停该居家服务的方式。对此，林晨辉社会福利基金会执行长嘛强调，居家照护人员的高风险一定是防疫优先。虽然现在机构同款面临经营上的难关，不过一旦照护员无个案服务，嘛会借出相关补助。在长照的这边，我们也是很担忧群聚的部分，所以其实除了就是家属现在没有办法来，就是说来探视长者，我们启动视讯以外，那当然就是对于要出机构要到医院去就医的长者，那个风险也很大。我们也担心他就是在去就医的过程当中，没有做好防护，好，所以其实我们要出去就医的长者跟家属，我们都要做到卫教，好。根据了解，台南市原本将针对全市2000多名照护机构的照护人员进行快筛，不过受限业者的配合度甲执行效果，所以市长黄伟哲表示，但这波分配到15000剂疫苗，嘛将照护人员甲社工直接列入优先。这个照护人员在楼层之间穿梭，在机构之间穿梭，在机构与外界的，包括市场，包括其他地方来穿梭，结果造成了这个感染。在外国也曾经发生整个这个长照机构沦陷，护理之家沦陷，造成了很多的老人在那边，因为老人我们知道他的这个免疫力比较差，造成很多年纪大的人或是在里面卧床的人造成很大的伤害。那还有我们长照机构的护理人员，还有这次的社工，因为社工这个他们常常去这个拜访的对象需要面对面近距离接触所以说
我们社工朋友也有施打。以林晨辉基金会照护机构为例，已经完成名单送社会局，预计6月5号得当安排注疫苗，希望保障机构的安全。机构就是说做好比较好的防护措施，其实是工作人员每个人都要打疫苗。所以其实我在昨天有接到台南市政府的一个通知哦，就是说我们的照服员养护中心的照服员是第一个优先要施打疫苗的就是的人员。那我们就已经造册啊，而且把我们的工作人员分成2梯哈，因为我们也知道打完疫苗之后，可能个人也会有一些反应了哈，那导致于他们可能没办法工作。其实我觉得台南市政府已经做得相当快了，所以我们的照服员我是听照管中心讲，照服员如果打完之后，下一个梯次就是社工了，好，就是第一线的社工了啊。这个部分我觉得我有问过我们所有的伙伴哈，他们都愿意施打。在整体防疫战争当中，长期照护一道破口需要付出真大代价，所以市府强调一定是高规格防疫。但新闻管及何超邦采访报道。面对国内疫情持续严重，陆军备军团特别派出化学兵，重点进行消毒，要让民众安心。市长黄伟哲也率领卫生局长向这化学兵感谢致意，同时嘛关心因注疫苗的状况。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国军化学兵伫即届防疫中徛伫第一线，时常爱到较近的所在，或者是防疫旅馆、感染风险较悬的所在来做清消的工作。上午市长代表市民前往慰劳甲感谢，市长嘛特别拨出部分的疫苗，予化学兵来优先施打。今天特别到我们国军的营区来看我们化学兵这个施打疫苗的状况。因为国军化学兵部队事实上在这次的防疫战争中里面也是站在第一线，常常要到确诊的地方，或是防疫旅馆，或是相对感染风险高的地方来做清消的工作。所以我们表示对国军化学兵部队的一个辛苦在防疫中的一个重要性，我们表示敬意跟谢意，所以特别拨出了部分的量能，来让我们化学兵弟兄能够优先施打。这我想说，也代表台南市的市民谢谢8军团，也谢谢国军化学兵的弟兄能够在不仅平常保家卫国，而且在这个防疫战争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之一。所以非常谢谢他们，也今天特别来看看他们施打的状况。市长强调，虽然目前国内的新冠疫苗数量有限，但只要疫苗一到，就会以上紧的速度，帮所有清消的化学兵来完成接种，以保障国军的身体健康。今仔日3组化学兵群经过量体温、体压、填写同意书加医生的评估以后，进行接种，施打的人数大约100人左右。台南新闻员跟刘品言采访报道。面对6月12号开始的5日节连续假期，高雄已经公开呼吁，伫北部的学生唔通回乡。咱台南市的部分市长黄伟哲表示，为北部要回乡的民众，爱伫厝内自主健康管理至少3天，所以呼吁尽量留伫大的所在，才是相对安全。疫情3期间界预定到6月14号拄好5日节，面对这个传统的习俗，咱台南如何应用这波廉价可能的防疫作为，嘛互市民相当关心。对此，市长黄伟哲除了考劝对北部返来台南的民众，依照现有的规定，爱伫厝自主健康管理至少3天，嘛强调这个时阵返来第一段危险的路程，呼吁也是暂时莫拍照。你这个时候跑出来，可能第一个你在从家里面搭乘，不管是捷运或者是这个公共大众运输工具，本身就是一段这个酷险的路程，然后再搭台铁、高铁或是国道客运，中间这密闭的车厢里面到底有多少人？他是不是可能的带源者？这个是酷险的第2个里程。第3个，到了台南之后，下了车，你又再去搭这个相关的交通工具，你除非是家人来载。家人来载的话，在一个密闭的小的车厢里面，可能你又跟家人近距离接触，而且就在那边交谈话家常，那就是第3
的曝险。第四，回到家里面，再跟家人一起吃饭，不戴口罩，然后又近距离谈天说地，这可能又是第四个这个曝险的过程。那如果说你都做好自主健康管理，护发化妆也穿了，那回到家里面马上又回到自己的房间，不跟家人相见，那你回来干什么？所以说，坦白讲，也是一个不得已的措施哈。所以说，我们是呼吁了哈，大家能够为了自己的健康跟家人健康，在这段时间尽量少移动，会比较好。好，那以上呢，感谢黄伟哲市长、卫生局许局长、警察局方局长的说明哦。受疫情影响，因为大众运输的需求降低，面对6月12到14号5日节连假，嘛未有出外旅游，所以包括高铁列车以及一国道客运拢减班次来调整所运。但新闻军及何乔旺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进前因为欠水，市府于4月26号开始停止加油站甲洗车业者供水。不过近日来每号增加水库的欠水量，暂时疏解水情，所以市长黄伟哲宣布6月开始恢复相关洗车业者供水。不过嘛是呼吁民众同款爱节省用水。近年来讲，予水库有效入水。根据水利局统计，台南地区3座水库有588万吨。加上再生水、地下水等各项水源的开发，预估会当大幅度减轻供水压力。对此，市长吴伟哲伫防疫记者会中宣布，6月1号开始解除加油站甲洗车业者停水的规定。疫情加零，水情不加零。那因为这几天山区的降雨，目前为止我们南化水库跟曾文水库集水区。大概降雨，大概蓄水量会增加1000万吨，也就是增加这1000万吨。那当然，是对于紧绷的水情是不无小补。那疫情，那也就是因为这样，我们会针对现在停止这个营业的这个洗车业，我们会即日从明天开始会宣布就是恢复营业。那这个千峰的水表，我们会把它移除那谢谢各位共体时间来对于我们紧绷的水情所做的一个牺牲市长委托进一步感谢加油站甲洗车业者伫水情困难时共度难关，同时嘛呼吁这波落雨互淡水情有小可疏解。但嘛也未完全解除旱灾，所以请市民持续省水，避免无必要的水资源浪费。对此，经发局长嘛表示，对着洗车业者停水期间，已经主动请在税局减免房屋税，以及参与劳工充电再出发的训练，作为停止洗车的配套。但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财政部南区国税局应应疫情，已经将今年的所得税报税期限延长到6月30号，而且嘛停止报税临柜服务到6月14号，请民众多多利用手机甲网络报税。财政部国税局以防疫优先原则，并维持公务正常运作，决定伫6月14号以前，无提供所得税申报的临柜相关服务以外，其他临柜申办业务虽然维持正常，但该局所属分局、客政所也是要依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示，执行实联制撤工措施，控制人流以及维持社交距离。因此，特别提醒民众，除非承办事项具有时效性，或者是紧急性以外，请民众尽量减少无必要的撤办，做伙配合防疫措施，共同守护台湾。因为这一次呢，疫情严峻我们的报税期间是延到6月14号那希望民众呢，在防疫期间呢，在家报税，安心来防疫
那我们今年也有2个新的这个报税新招哈，就是手机行动电话认证，手机报税。好，希望大家配合着来使用。如果在操作上有什么问题的话，随时可以打我们的免费服务电话0800000321，我们会来跟民众来做辅导。另外，今年申报增加手机报税以及行动电话认证2项新的措施，民众只要用手机依照以下步骤，就会当轻松完成报税。手机门号是纳税人本人的月租型的门号。然后我们这个手机报税呢，会有双重的认证，一个身份证的字号，还有健保卡的卡号来做双重的认证，对你的身份来做验证。那在验证的过程中呢，要请关闭 WiFi， 好，而且要使用4G 或者5G 的行动网络。那这个手机报税呢，不用插卡，也免出门、免纸本，非常的便利。今年开始多了一项报税新招，那就是手机报税，不需要读卡机，免插卡。下载 APP， 随时随地，即使在家也能轻松完成报税哦。那我们现在就赶快来教大家如何利用手机报税吧。南区国税局也特别制作了手机报税教学影片，教导大家用手机伫厝就当简单报税。民众现在只要上网搜寻南区国税局脸书，就当得到相关的资讯，或者是拨卡免费电话080000000321。由专人替你服务。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最简单的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侪云的天气，温度28度到33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7级。感谢你收看6月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